我發現頭先咧 shop 嗰陣時簽名簽到手都震埋，因為緊張。如果唔緊張，可能唔快嘅。我簽5個名，每一個都係手震。我可以睇翻個簽。我發覺好似第一彎做 judge 我 plus 2個原因我 plus 2個原因我剔第8格呢個第1格，因為同你都差唔多。你都係 plus 2？係啊，都係 plus 2咯，但係佢唔會記錄你 WC。我 judge 咗3個 plus 2同埋1個10聽，好似 judge 咗10個數得1個10聽。這個批量的什麼基本上，對。希望冇好似上次咁衰。幾耐？3分46.67。識寫佢。我都係6.67，唔係6.3。